87歲余慕蓮心口劇痛，深夜被急送醫院留醫3日。87歲余慕蓮自5年前因肺纖維化住院半年後，身體狀況大不如前。近日有報道指，舊年曾再染肺炎嘅余慕蓮，日前深夜因心口劇痛而按平安鐘被即時送往急症室接受診治，留醫3日後已經出院回家，沒有大礙。余慕蓮對上一次露面係今個月初出席劉少君嘅生日派對。資深傳媒人汪曼玲曾經喺社交網分享同佢嘅合照，留言話好開心睇見佢精神爽利。余慕蓮經歷大病期間，喺好友米雪同埋安德尊嘅見證下立咗遺囑，決定將來捐出遺產行善。姜濤回應人肥哥雞冇賤批評，感謝王晶指點，承諾盡快減肥。姜濤同埋陳卓賢今日以星級契爸身份出席海洋公園大熊貓家姐細佬後援會成立典禮。姜濤被王晶喺社交平台批評人肥哥雞冇賤，及後姜濤疑似喺社交平台回應得啖笑。姜濤呢一日再作回應，佢表示多謝任何前輩嘅批評同埋指點，會做好自己要做嘅嘢，又表示不論任何說話都要聽，佢願意相信呢個係前輩嘅指導方式，會做好自己。對於王晶針對佢嘅身形同埋舞步，姜濤自然希望能達到對方嘅要求，又表示會盡快減肥。